新竹海群，今晡日海群哦，帶大家來到一個哇，吸收分多金哦，身體疲勞大蠻好哦。做忙嘅今晡日會先到一篇很多讀書哦，如果我哋客家文化嘅地方呢，因為聽講啊，一條擺時節咯，但蠻多人先入菜地嘅地方來讀書嘅，伐木啊，做忙一先來讀書嘅呢，一定有原因嘅嘛。第一咧，書嘅動讀。第二，書嘅可能有上百年的歷史；第三呢，可能也書嘅中隊啊，但係是下來俾人讀書嘅。今晡日萬人一聽呢，甜心來介紹一個客家文化讀書，歡迎我的小鮮肉紀言凱。宁波哈，大家好，我是 JR 紀言凱。嗨，大家好，你好。我今天来这节目，我觉得很重要是让大家知道，其实我也是客家子弟之外。好，等一下。怎么了吗？客家子弟，一共伊係客家子弟。我嘅節目來叫佢是可以開放客家子弟來參加咯。我告訴你，這就是你對我有所不了解。真的對你不了解。因為呢，我從小啊從台北長大，所以大家都覺得我不太會講客家話。沒錯，我不會講，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，我要把它撿回來了。因為年邁注重田，夢邁注重言，年邁注重行，夢邁注重賞。這很久啦，我係基啊。你是我係 JR 紀言凱。紀言凱。啊，剛剛那一句。年邁注重田，夢邁注重言，年邁注重行，夢邁注重賞。好，乜嘅意思？意思就是祖宗的田可以賣，山谷可以賣，但是祖宗的話和精神不能忘。剛才這一段順口溜講出來之後，你真的好厲害哦！是不是冇腔用啊？冇腔用啊，真的很不簡單。這一整段冇按改呀。冇按改，你也知道冇按改哦，真的。哎，我終於把我背完的全都講出來了。很難得咯，你我還播出研究以來呀，第一擺有客家子弟來挑戰。這樣講啊，來上藝人嘅節目做得糾正伊嘅客家話，又可以傳統高飛，一舉兩得咯。呢度要展現伊嘅誠意，伊還帶來特別嘅電路哦。等等，這個叫做醒電版。哎，觀眾朋友，伊真勁有心嘅呢，伊為了今晡日愛人我客，為了今晡日嘅主題，伊特別去練習嘅呢，也跟很多嘛哎呀，今晡有關係哦。對，醒電版。醒電版，要送給你是。我可以摸一下嗎？我這樣好像小 S 哦。Oh my god！ 有顆粒耶！太多下，太多下了。哎，我第一次摸到了3D 的那種感覺。這跟祖龍辦不一樣哈。真的。醒電辦比較厲害哈。冇按改哦，練成都從你醒電版的用。這樣讓大師在旁邊，他教了我這麼多。我現在準備要介紹他出來了。對。掌聲歡迎今晡日的齊先生。你做咩？元符客，客元符，元符客家元符學客威，元符客，客元符，元符客家元符學客花，客花。哎呦！哎，老師，這好好玩。你剛才教我的，我也可以套進去。再次。真的嗎？不要漏氣哦。年邁注重田，夢邁注重言，年邁注重行，夢邁注重賞。哎，過來了。今日小鮮肉接下來上節目，唔但止海軍當腔，哎呦，連齊先生都別下還有賞人呢。因為主要係客家子弟，故所的先任務之前，齊先生我特別招待佢啦。搞幾下客花花。好。那你兩手花搞起好冇？冇睇兩手位啦。喺學馬年嘅花啊，嗬。就學動嘅。看就好，就好喎。是來一句吧。跟來啊，很切到，很切到，好絕啊，好絕好絕的意思，很切到，很切到。很不狼哦。這是什麼？這實在是的意思，實在是哦。哦，真的要命啊！真的是糟。很不狼哦。很不狼哦，很切咯。還有狗毛的哦。係，很狗毛。很狗毛哦。我怎麼覺得你們兩個在罵我？
们两个一直看着我。没有，我们在教你。在教我的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你碰到心仪的对象的时候，就这样跟他讲。我没那么笨，好不好？开玩笑，好，我慢慢来学。今天呢，我虽然刚开始学，也不见得讲的是最标准的，可是我不怕，一句一句、一字一句的正确的、大声的念出来。好，节目结束之后，我就会了。有志气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我们等一下就来给你试哦。好，很切的哦，很切的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这阿栋有心情哦。不过我上安尼节目啊，是唔但只可以学客家话按简单听听，我完成一关一关的任务，张所得拿到通过费哦。不过，今日为到批下这阿客家自己的身份，安尼任务选项啊，没有special的哦，都係针对这阿量身设计啦。既然主要讲，这个身材变到像新店版咁样，一堆一堆的，唔係像主龙版咁样跪太低的，又趴趴嫩嫩哦。喺安尼，第一关嘅任务就来帮你展现一下佢嘅身体嘅力与美。不爱体能探索，就要介绍吧。我会试嘞。好，开始了。我会试嘞。所以这一关是要干嘛？要平衡吧。然后考验一下默契，因为可能当场要搞耶。这个也还好啊，就快点走不就到了吗？啊，你不要太过来，你不要太过来。然后我们要干嘛？然后要这样交换过去。我要交换你，怎么可能？对面好，面对面。那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。这样子呢？好，你不要动。失败。再一次。我们面对面拥抱。好，然后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那么急。你等下先踩到我中间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来。不要太贪心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把重心盯住之后拉 hold 你，再一次。好 ，OK。不要急，你不要急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先不急啊。放平。好，我先站好，等。你连站都站不稳。还好吗？不要触我眉头。我看我现在有点往后站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等下一步过来，然后过来。我这只脚过去。好，你慢慢，你先不要急，好，互相平衡。好。成功了，快点拍下这画面，这边。可以的，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关卡了。恭喜两位！又天数又难轮难批啊，总算成功的啦！接下来应该百岁人类族没有来双手挑战了。不过有个画面哦，哎呦阿妹就不想挑一个50几岁，一个70几岁了。对不起，我们是一个教大家生活化客语、学客语，还有客家文化精神的一个优质节目，不能搞笑。来，开始。可以了，给了。一关评分目，请主要是考验两三人的默契，所以难成衰。因为接下来的挑战啊，巨人梯就会要靠两三人共下合作，才做得去到安高的地方哦。我好奇，这巨人梯跟客家文化有什么关系呢？有。老制作人解释一下。来，仔哥。来。呀一樣嘅嘛，來到一個地方係台中嘅東市，對，東市以前啊八仙山林場，東市林場和伐木，以前的這邊伐木都是客家人，客家人努力吃苦耐勞，佢逃出苗嘅客家人全部都要讀書嘅，胡川錢啊。我懂了，所以我們今天要做這巨人梯，就是要體驗當初先人們的辛苦。客家人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，還有團結，一個拉一個，力爭上游，在客家人的精神。你也快，也就很切了，我50人歲，佢70人歲，28個歲。沒有，一20屆啦，8個歲，為了讓你們下個節目哈，力爭上游最當公益。觀眾朋友，亞洲太空人台將第一關的任務由10公尺按高。愛兩三人相互天數，將做得一層一層貼上去，重點係一隻一隻嘅台葉，將用光線搭定。哎呦，也很緊要呢，很格格暗人，捱康呀，快睇你咯！
好，够，哎呀，可以，不行，再一次，没关系，来，你要给新店办那个偏影的呀？你的心，哎，加油1、！2、3，可以吗？呀，成功！扶木头呀，哈，要扶好。翁啊，我手给你吗？对，我看，我现在拉你这只手，对不对？用力之后，他帮你提出去，你那只脚就勾上去。好，1、2，Go！我老六。不行。 1、2，啊，不够。教练这样可以，对不对？这个逻辑对吧？不会他抓的话抓手腕会比较好。他抓手腕，对不对？哎，会抓手腕会比较稳。谢谢。好，坐在。抓手腕。站好，站好。对，好，来很1、2， 3，好，来的，好，来的。好，坐在。哦，我的妈！哇，狗哟，安全哦，要不然怎么给死呀？好，云的了。 1、2，拉。呀，坐在。可以吗？哦，会挺厉害。好来，手给我，手先给我，对，像刚刚那样，这之后对不对？1、2，Go！加油哦！哦，做海文呀！哦！爱在，大家真期爱要海军总上鼓励哦，比到节目哦，真期是变露命的啦。哎，还有动多钱爱去，还加油的位哦。 1、2、3。哦，厉害哦！厉害哦，很切哦。对，你可以拉这个绳子。1、2，Go！ 哦！哇塞！哦，很美，海军更美，肖文主持人要拼了拼不拼？亮了，亮啊！他把你摸把头头。拼了！1、2。哎 ！Oh my god！海军，我听到你吗？没关系，你左手等下我数1、2、3，你就一样抓那根举绳。这个对，他会给你力道。好，来，1、2、3。刚刚还以为是古董嘞，结果真的可以动。真的是可以，而且很宽，因为出盐呢，哎，去吃盐哦。真的蒸汽火车蒸哎。汽火车头哎。来，1、2、3。 Go！ 哇！哇塞！呀，好，做得好好吧，一起欣赏。观众朋友，有看到我的亮啥么？本下杯的亮的，加迄个八哥生年的木，你不哈？哈嘎你不？好好发。耶学客家话。我告诉你，加油我们现在在宝贝4层楼高的地方学客家话，你们在电视机前面也要学哦。有讲吗？有讲冇？有听到吗？有讲冇？有怕吗？有说有讲到。冇。冇。有你没有我有有。有講到，有講喎。有講冇？有歌嘛？按果，哦。快！来，大要高低是不是？来，有高大，有高就有低，有高大，要戴帽啊嘛？有戴帽的冇？有没有戴帽子？要戴帽，眼要戴帽，有。戴帽，戴帽的。戴帽，基因牌要戴帽，基因塊有戴帽的。安全帶嘛？有没有？基因卡要安全安全帶。安全帶，安全安全。哎，對。我聲音哦，聲音哦，愛聲你哦，海軍愛聲你哦，愛聲你哦。哎，好，都干过有干过多。对，怎么今天为什么比较多句的感觉？对，为什么那么长？没有，都干过有干过多一条动态嘛，在上面。在上面有没有感觉太阳很大？他说有，他说有有哦，有动态。一條動力，呢條董蘭，一呢一條動力，呢條董蘭，啲黑多，哈多，黑多，強夾，樣果果底底果底，安全安全聲音聲衣一條動力，呢條董蘭，戴安全帽，戴安全帽，趕快個講，安全帽，安全帶，安全帶。好，好的，多快，哎，快，海耶，軍，海成功。軍，各位，我們在4層樓，我們現在要下去了。
那我是不是就往后倒？也是俺的任务学开播以来，第一摆提按过的美术学客家话。啊妹，哦哟，制作单位越顾越乖，大家看到有欢喜无？能欢喜，俺能欢喜啦。来，英雄救美伙伴们，起来哦！起来！客家姐妹真劲又强。真紧的，好，来喽，先来，把我们两个站起来。没有复习哦，把我们两个装在哪两个结束的啊？哎，复习等一下复习放来，这转来去嘞。赶快！俺们两个人结束的，还有2个人啊，下半还要排队啊哈。没是这。哎， 80人水族莫走，能两三公东用复习客家话一铺，就想要写字的咩？唔是上一下嘛，样有可能的呀！来。很切的哦。哦，很切了。呀，这个就是很切的哦。然后你刚刚那个态度，拱着我们要往上爬，这就很果模啊。夹起去果模切，果模切。果模切的哦这，个制作人最 man 了，懂 man 啊？开始不好，懂 man 啊？徐老师给懂没？ man， man 两个都 man。懂 man，好我们按过来哈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分！哎，做的嘛？老师我来顶你。像猴子一样吗？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来呀，哎拉，快拉扶一！下，帮我扶一下。会翻船呢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快，翻不了了，快！我跟来呀，冲呀！努力的，不吸他。哎，老师都上去了。我把，来呀！啊，来不过，没办法了。不是制作人，摇啊！实际上都讲没办法。好了，有吗？那个鸡就没人形蛋板了，不要，猪笼板了。那速度猛烈的。呀，早死咗你啦！唔见一下去家来看，长得冇按改呀哈。较可怜。因为他们2个一定会爬很久的。宝贝，好吗？走，需要你的拥抱。走。也两个真是转的照贴的哦，你要两路的哦，调到半天高伫个头台去啦。哎呦，齐先生喊菜高哦，也伫这样时冇应该接节目的吼。没事哦。来，硬手你好，做的嘛。好1、2、3，好来。对，还不要拉。好。那你现在要怎么样？先坐下来哦。等下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。先脚冲过去。你应该右脚跨过去，先坐着。哎，等下。右脚先跨过去坐着。右脚。先坐着对，再起来。哎，觀眾朋友，一真嘅啦嗬，來到廿都嚇到我呀！哎呀，主要你模型等板啊，哎，模型等板，模型等板数模力的。我現在對鏡頭講哈，觀眾朋友，任務學嘅主持人朱海軍，一定太大要講，嗬，捱一下嗬，死拉人，真係夠厲害。所以啊，今日有請來呀，特別來賓 JR。呀，这古模子啊，很切的哦。伊呀哦，有个6块几、8块几咩？人就主龙版咩？伊就新灯版咩？没办法，伊一定厉害。真嘅爱亲身体验，就会啲有艰难的啊！唔看有个制作人，坦白绝对唔敢乱摸的吼，要不然咩都起假的啦。挑战巨人梯，开始先生哦，存到半条命的啦。自己呢，开到唔记得爱复习客家话。这啊，顺顺到嚟，人就直接进行下一个任务啦。这只好了。阿君，阿快，我要上去工作了。上去哪工作？天长吗？是，我要上去打拼了。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这一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， 3年你要等我，还是5年？都有可能。尽量久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知道，你跟我们的总管弄怎么样了，对不对？
果然，所以说得好，纸包不住火。我钱赚了饱饱之后，如果他对你不好的话，我还是愿意等你的。我会等你，你要等我，知道吗？阿贵，阿贵，阿贵，我玫瑰没关系。那复查冇提供咧，这。哎，老师不好意思，我们刚才这样子。好好花时间哦。好好花时間咯。是，好好。好花時間。任務下，客家任務好下發。好買個下發。看了，哇，买票有买过？上车买票嘛，对不对？下次买票尿尿。首复查买票啊？买票，买票。买票，哎，蛮像的，买票跟中文蛮像的啊。筹复查。炒复茶，哎，到底炒复茶，哎怎么加台语？穷到底籌貨茶。穷哈筹复查没到底。穷哈筹，哎穷哈筹复茶。哦，籌貨茶。哦，哎呦时，间来不及了，用来啥？籌貨茶時間。来不及，我要上車了，怎麼講？夫唔查，風茶。哦，1 2 3。哎，很查语。為什麼要講1 2 3哦，呢？你是你火車頭有玩過對吧？火車頭，复查馬。復茶馬，馬。哎唔係講火茶條。火車媽媽。為什麼不是哦？火車媽哎媽。，後面是火車子，复查字。那可以復茶頭，可以這樣講嗎？不是，复查頭是火車站。啊，這個火車頭我們的查复查馬。復茶馬，哎，這車廂的复查字。復茶字，兒子媽媽。對啊，媽媽帶着兒火子啊。茶嘛，火茶。哎，這樣很好記耶，對不對啊對？第一節媽媽帶帶着兒子母雞帶着小雞，對對對，復茶子。同一英語上要乜關係啊？ T 哦，另一台咩戲啊？係有隻 T 一台，T 一台啊。一、一、二、你、哎，你、三、三、四、 1 2 3 4、四、 1 2 3 4、五、六、 6、七、 7、啊，八、哎九、 9、10怎麼講？我們來湊個十全十美。10、一邊講。 10。哦。對一塊是1、2、3、4、5、六，哎，對6、6 7、七、 8、八、 9、10、九、 9、十。 9、10。好，那十茶我出幾多？我出發了啦。上車下車，送茶，送茶，開架送茶。哎，送茶都有。哎，那這樣子怎麼講？茶茶喝。茶。開架喝茶，好，來送茶。茶。送茶，哎，喝茶。送茶。送茶。哎，哎呦，你要兩個好客家話，好多邊跳舞的哦。哎呀，體育館嘅演舞地點吼，就喺東市嘅火車頭改建嘅東市客家文化園區，因為主要係客家自己，當然我不如多了解這位客家文化。至於演舞係乜嘅呢？家下就留大家講啦。會甜筒啊，會甜筒咧，會動的嘞。哦，會動，對啊。剛剛還以為是古董嘞，結果真的可以動。真的是可以，而且很快，因為吃鹽嘞，哎，進去鹽哦。這是蒸汽火車蒸汽火車頭哎。那順梯。還有後天哈，7月1887 1887年，年哦。哎，劉銘傳的時代，也是這關南部的火車，也是劉銘傳那個時代，對，劉銘傳時代的建立的鐵路，所以已經超過100年嘞。因初的一輛小氣火車，其實係台灣第一輛火車嘛，咩就係學田園號做嘅。田園號係台灣巡撫劉銘傳留得嘅買嘅，佢當時啊，輕腳1點鐘做得走35公里哦。第一次聽到噗噗，清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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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沿路航行哦，也就看到啊東市吼，客家文化園區，這園區啊，甲配用的做菜某種款的現代出來吼，很著名啊，原住民啊，原住民啊，原住民哦，叫泰雅族，意思的用咧東市吼，
所以那边不单是讲迄客家人，还有原住民底下的。这那兔牛啊，那下头熟啊，下头养兔牛啊。所以咧头前烟文，新闻好过烟烟很个村业吼，头前伊咧盖门好过，来用咧石头咧威风啊，也为了咧总统的安全。很可能的，要变原住民，要变人欢迎的，再欢迎，你是什么？穷，以前的穷户，以前穷户，路空嘛的呀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这不可能行动不可能说要对吧？我知道，要跟着太太一起嫁去那个新郎家的宠物。以前冇用黄金，用嫁妆带入街啊。小看他了。要不用装黄金的哇！所以这两个比起来，这一个比较重要。它比较重要，旁边还要站着两个保全。对，新娘掉了没关系，对不对？黄金重要。什么不掉了没关系。哦，樟树啊，樟树，樟就是咧樟树，到咧落油啊，也过墙，基本上有咧清朝时代日本的统治时代，还有现在的油啊，就落油嘿。刚刚发现旁边很多人骑脚踏车都追得上我们，老师骑脚踏车怎么讲？去吃行茶，吃行茶。没讲去跟他茶嘛。去吃行茶，吃行茶。没有人讲腳踏茶啦，腳踏茶。腳踏茶。小心啊！腳踏茶。吃行茶。上坡啊，然后呢动力不够还会倒退路啊。倒退路怎么讲？大亂推啦，大亂推。大輪推啦，上不去就大輪推啦。上唔起就大亂推。上唔起就大亂推。建造火柴，建学客家话，真见动神气呢。头摆嘅董事先，请主要系在八仙山林场嘅树诶，无多数嘅过后呢，董事先伫1991年停驶。2000新年，老 Q 火柴头起变做强嘅文化人气。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，好搞冇？好玩吗？好玩哇！我坐嚟用盡，唔記得啦嘅客家。哦，錯哦，又記唔得咯？还隐約還記得。隱約還記得，尤其啲火柴蛋糕又在學過用上機。哦，有，看到很多人騎腳踏車，騎腳踏茶，那自行車就是騎吃行茶。還有乜嘅？上坡怎麼講？上家。下坡呢？倒退路。下家是下坡。倒退路。下家，那我們這是後退咯。冇辦法上去咧就大亂推。哦，上家。大亂推啊！有點酸點子呢啦。當好，哇呀！這招啊，真係有點認真學客家話哦。一個董事客家文化園區，唔但參有百年嘅蒸汽火柴做得錯，地步還陳列了當代早期嘅客家文物。這啊，唔算認真看，詳細睇哦。客家字體嚟了解一下，我哋咧客家結婚嘅時節，有客家風俗，好冇？後擺就看到。一樣嘞。我叫嚟形容咧，新娘跳，一般是新郎官帶着新娘咧吊上吼，從客家人哦唔咩啊呢？客家人。以前咧就嫌咧阿 Q。阿 Q。啊麼就是地方的咧，先是把咧新娘或者騙，因為咧客家人咧注重咧風水，以前就怕風水本地咧帶走，所以沒用行路咧，有阿 Q。那冇阿 Q 就是地方咧先是吼，阿伯咯，北莊啊，較中輩嘅，把旗都來咧跳。旁邊這個小小的，這是什麼啊？這是這不可能形容不可能說呀，對吧？我知道，
要跟着太太一起嫁去那个新郎家的宠物。以前冇用黄金，用嫁妆啊，带入家啊。小看他了，哎，要不用装黄金的，装黄金的，哇！轿子叫新娘形容给我，新娘 Q，该房间我的形容间哦，新娘给，形容感，哎，连新郎啊，我的形容宫哦，新郎也改名叫新娘了。哎，形容宫，新娘宫啊，哦，新娘宫哦，形容宫啊，所以那天真的是新娘是形容心态，最大的。但将係一隻花口，講起來就動神氣哦。唔看一件啊，係頭擺考察室去過嘅，除咗保留定當時錯嘅燈嘅以外，還有當到客家傳統嘅神法嘅咖喱火哦。理事長搶開路，哦，來，要逢感的形容感，嘿，新娘家，嘿，啊，了有兩個草木相款吼，還有了是搖籃吼，也細人啊細時吼，哎，細漢吼，像安尼。哦，真正是客家人的文化弄紧吼，它偏激，弄紧懂吼懂好咯，你就叫偏激丰盛，啊，你看就流紧，流都那般吼，哎，看到一江，啊，没得烂片，哎。这虽然是以前做的东西，可是现在你去买那种摇篮啊，其实都依照着这样的方式。你看，比如他还帮他编一个可以他遮阳啊，对，他盖一层布，这布如果盖在这就可以帮他遮阳。然后你看下面都是。下面是完全透风的，是透气的，小朋友就这里就不会长湿疹啊什么的，很多设计感的。很有巧思哎。当初如果出国比赛，应该会得奖，应该是有得过奖。红点设计大奖。這下講嘅動有理呢，大家有看到右邊一種新娘床冇，而係用兩種面床夾起來嘅，又大又舒適哦，係極有動靜嘅花呢，有一種新娘床啊。就係廖太國嘅本用嘅家種哦。哎呀，終於把隔壁陳家的女兒給娶回家了，讓我來看看。今晚就讓我們……哎，不行不行，老哥，我開玩笑，我們只在配合情景演出。姐啊，我可注意到誒，諾諾也喺電視面前看到富士餐廳嘅啦。誒，莫個講笑話啦，較真見到誒，齊先生，我來出口複習了。買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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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買票誒！哎，炒貨茶，炒貨茶，喝茶腿哦。這個玩，這個好難哦。這冇辦法咪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夫唔多，那你講的不一樣哦。我美濃腔。夫唔多，夫唔多，夫唔多。好來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20。好嘞好嘞。哇，辛苦啊！哎，你练这个数数会不会心脏病？他有一種就是快要那個血壓快要爆表的感覺。不然7和8要休息。7、8，對，7和8哦。來，大家送茶，大家喝茶，大家送茶，大家喝茶。好啦，棒啊！真的，哇，有。心臟病發怎麼講？心臟病發。心臟病卡起來。啊，心臟病卡起來啊！天館嘅任務在這老客家話後背就算過關咧，當簡單呵。因為天館嘅戶外體能探索實在太辛苦嘅，自從認識到當排泄、無所不用水啦。至於第三關嘅任務，就老按當時客家鄉親嘅睇法通當有關係咯。還有條件順利吼，到時就會見到對台北吼做成電辦嘅好感覺，搶到下。對，我們為什麼要來拜這裡？你不知道哦？知道什麼？以客家字體唔定啊，來拜安尼禮儀八公係那個意思。我跟你解釋一下，伯公有很多種啊，比如說大太叔伯公啊，他就剛好是鯉魚伯公。我們今天來拜的是鯉魚伯公。所以客家人對於八公
相当尊敬，等于是地方线上的警察保姆、大家长一样。所以呢，地方线上呢，如果有一些民众啊，心里面有愿望的啊，都可以来向他祈求。如果俺条都有观察到一个一个离北宫啊，用安尼塞，还会有塞条安尼个对着。做起啊哈，这边咧大甲溪要泛滥，泛滥是咧先民岛的时候，变成叫小波防波堤，差不多规个距离就差不多400-500米。整个距离的时候咧洪水啊，每一年这样台风期啊，就会泛滥。每迄个所在怎啊冲来啊，多个所在无冲。祈祷哈，就是讲，你迄面就新民保佑啊，对，开始咧北宫，镇守，冰落来了还有这个看看哈，就像一个鲤鱼啊。它真的后面好像鲤鱼的鳍，然后尾巴就是而且蜿蜒下去。有看到。叶林北宫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哦，平常时香火洞旺，尤其係到大年正月班嘅时节。也为汉卡喺拜年嘅感謝北宮嘅新店版，這啊唔對麼？也是喺人客家人特有嘅俗哦。新店版啊，它的來由，先民來台的時候，需要咧男丁啊，幫忙嚟來農作物。是因為早期嘅時，男丁比較缺乏，咧咧百姓北宮祈願。那就供來的時候，打扮，以前嘛係講是打扮，來還願結果咱順行嘅鄰居咧，就總話聽到講，去祈願，供來，供來，做飯還願，變到陸陸續續咁樣來祈願，祈願了，大家就得到嘅願望，是久而久之咧。成立了。田定時代嘅轉變，一下無論供來嘅、供外嘅，都會做新店版來感謝市民。對於同時也為漢卡有一項流傳100年嘅新店版比賽，也第3關嘅任務啊，就係要來以拜師學藝，學做新店版哦。開始來做新店版咯，咻咻咻咻。可以的，來。要做新店版之前呢？可能要来先板印、板模。这个看起来完全就是艺术品，摆在这里展览吧。我们现在哈就把它要翻哦，你看，看这个总共几公斤？这10斤嘛，10斤啊，大概超15斤而已。好来，好，盖过来。好，不能压了，不要压了。因为形已经出来了嘛，哈，你看。哇！看起来完全就是艺术品，摆在这里展览吧。这些都是有历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那个颜色啊、纹路啊，越来越深的，那就代表有历史。那个包公在那个探案那个令牌旁边的令牌这样子，那是黑白无常。对，这雕刻很细耶，然后是一只乌龟嘛，对。动优哦，动优哦，对，叫做动优。二两变龟的形状。龟对啊，龟的形状，好像龟的大小的都有乌龟的形状。所以乌龟代表福禄寿嘛，对不对？叶片来嘞，福禄寿来了。福禄寿，没有看到这些。书，乌龟怎么讲？古叶，古叶代表福禄寿。哦，这样你知道吗？我们找到这一间呐是相当有名的，而且是在地最传统、最道地的。对，因为我看到这些版印啊，感觉这些都有一些历史。对，都有些历史。对啊，你看这些纹路都知道啊，我说的颜色啊，都看得出来，它都是最道地的。然后如果说附近邻居需要他们家的新丁版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一个扣一个来找他们家。真的。有请吴老板。老板你好，你好。老板。新店版专家吴新发师傅做客家美食有33年嘅经验了，是做过全台湾最大嘅新店版，有120台件安装哦。这个不轻哎，
还好啦，唔可以存啦。可以冲。这个已经可以来练肩膀嘞，而且基本上可以遮住我整个脸。真的重呀，吗？冇伤心胎啦。这个真的这已经到哑铃可以练背的那种。唔係130人我不相信，来，我来。你拿，我要放了，1、2、3，真的很重啊！有点重哎。小心！下轮啊！这个你放掉，不小心压到脚的话，不行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的脚还要赔他钱呢。对，我就是有想到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比你的脚还值钱。这个要保险。頭家講啊，也算係小可事情。而青太嘅扮演，冰定定比人還較高啊！而做嘅新電板，只啲長一般大頭命。踢了哈，唔是光个就是，形状要讲啊，纹路要讲啊，第一个。形要讲。还形要讲啊。用那个扮演。某个扮演，你看扮演见到以为我太软不野这哇哈，就不漂亮的嘛哈，就不漂亮。第二个就是色泽啦，色啦哈，别摸太缝啊，而且像海军暗讲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又要厚实啦，口感，一定厚实啦，创啊，哎呀，内馅啦，厚实啦，对，又要厚实啦，我太身上没有啊，太上主婦咧，做唔得講出去哦，做唔得啦，咩講出去就老貴嘅，就係啊，就是。我下豬頭、點紅頭4點還5點樣開鋪。依家就行過食師傅咧。那給我多食師傅呢，做乜還食電視？你外國嘅扮嘅嗬，因在意嘅咩行擺牙嘢嘛嗬，有比賽時啫，而可能夾喺眼睇責任嘛，睇，佢拿條扮車去食落去，食到大牙中就食師傅啦。如果我輸人家，你的金這段我聽不懂。要被塞屁股。亂講，你不要嚇我。那我待會不敢做了，我做最小的好了。不是啦，要補屁股的意思。對啦，他要把重量。加一些，比如說啦哈，也可以20幾，上個就看到假面差不多20幾啦，不放心啊，放心，多補一點這樣，多拿10幾呀，一件都一，不像底下看唔實啦，大家紋路還得用按夾啊，大家很在意這個比賽，真的，得失心很重，很重。頭家講，也係有關免費勞獎金嘅大問題哦。大家當然愛計較啦，原本係將來嘅，真愛感謝市民嘅新電板。100年來，大家店看馬曬有錢，越做越大，一下電到變做董事嘅鐵皮接親，實在動神氣哦。衣服下，客家衣服學下吧。好了，以前講一做，你要打出來啊，又重又強哦，係咪？重。強，又重又強，又重又強，重強，還有胎，有胎，有細，要切板，要出力咯，切板嚟出力，個爆牙，個牙爆落去，薄，好，柔，你要切。切，柔是切，用力切，好，呢度係面試嗬，單做條咩度咯？條咩度？要學其他咩學起來，酸的，甜，富，再從這個酸，甜，富。辣，破音了。鹹，哦，這個嚟哦。酸甜不辣鹹。富，好，後來出面咧，長一班啊，叫拿時間班去拿咁去擺牙，跟南豐涌，去叫個口講沖牙，沖牙，擺牙，沖牙。大班的牙，好來 ，Go。其實啲大班的之前還有當到頭路而準備啦，但係喺新電班的皮就當飛工嘅哦，然後磨好嘅米漿脫水過後染色，各位要靠師傅嘅手力，攞佢鋪好，再拿去蒸，蒸好過後而變備料，安尼就做得開始大班的喲。
做这个新灯板。对，而且你选小了，我发现是对的，因为我光内线呢，我的内线就这么大一颗哎。好，来，开始做。把它包起来，慢啊，这样子，要按你从按你来，按你换掉点，好一点点，给我。这口感一定很好。要保护伊哈，唔要按你伊喏，要剁断了，变转了，好嘞。那二轮拼好你的哟。按你吗？来弄断哈，然后你就要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好按你变转了，好，好按你是晕出来，好，好。按住动浆啊！跌落去，跌落去哈，用拳头嘛唔怕。要怎么样？拳头，用拳头好，慢慢的。豆沙要先弄到，它才会均匀到不然你就是反皮就扁翻不行。就像推子一样啊。对，拉皮，有气的就要把它就是弄。对，我们现在哈就把它要翻喽。你看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总共几公斤？这10斤嘛，10斤啊，大概超15斤而已，还好啦。好来，好，盖过来。不能压了，不要了。啊，那个因为形已经出来了嘛，哈，你看。哇！这个必须啊，跟这个评判哦。有个鱼呢，你看有个法文哈，母拉层，这个第一次做难免有点缺失，可是不错，这样子很漂亮。我也想要像你这样拿起来给镜头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养哦，要不要帮忙抱？我两只。好了，可以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等一下，那不一样吗？可以，好，可以。发现我手臂的二头肌有在用力，因为真的蛮重的哦。耶！再高一点，我要滑下去。跟朋友七家来合作新灯板，真跟动身启动好高呢。虽然这下提印版的时间力唔拉，花唔拉成，唔过调价讲，对张学嘅人来讲，算以好嘅啦。撒下来，是爱记得入一罐好多嘅客家话，就算 keep 嘅了哦。任务下，客家任务好。学客话，好，复习的哦。要复习哦，复习的时候都好紧张哦，就怕会忘记啊。我不像你们那么厉害，但没关系，我有学习的心，因为我是经验快。第一个么讲？记得吗？虫，强，对，胎，哦，这个我用力有点难。出力，念，保七念，酸甜富拉含，掰牙，冲牙。今日呢，来到呀董事呀个吴师傅呀个中央厨房嘛，好多非常难得可以学习到的新灯板啊哈。刚好就用那个新灯板，祝福奶奶呢，观众朋友哈，恭大爷，恭大爷哈，发财大家发太财，平安又健康哦。可以做成规制啊。做成规制。来了会听新灯板。掌声跪着哈。掌声跪着，没关系，再努力，No 哥再努力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压力好大。赶快，老板等着 NONO 来哈。好。这下提复习客家话的时间，大家又发现齐先生不用水不用动都冇哈。好啦，冇要紧啦，新灯板算係分享快樂嘅客家美食。家見朋友我能望大家歡喜，恭喜這下完成任務拿到通過費咯！唔過我見朋友講嘅客家話切都會記得啦哈，下禮拜讀到時節我就會考你哦。